国际新闻来看，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伫美国阿拉斯加的峰会结束无到2礼拜哦。罗西亚又搁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发动大规模的攻击，至少造成23人死亡，有几10人受伤。后边甲英国伫基辅的办公室嘛受到破坏，欧洲的领袖是真生气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呼吁各国对罗西亚来实施新一轮的制裁。 透早3点，大家还搁伫咧困梦中时阵，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始响空袭警报，马上就听到无人机甲飞弹射来，当地面体大火。根据乌克兰军方统计，罗西亚这边攻击总共有600台无人机甲31粒飞弹，强大攻击力量造成基辅几60个人死亡，中西部的大城文尼察也无电。 Получається, ракета прилетіла і людей їх викинуло просто. Я почула, як прилетіло, коли я спала, і я побачила, як рама на мене летіла з вікна. А що було далі? Про що подумали? Куди побігла моя кішка? 天光了后，被射到的病体也搁伫咧庆烟，救援人员甲一具一具的尸体搬出。虽然罗西亚讲，因为攻击目标是军工设施甲空军基地，但过看现年的是受到攻击的拢是名体，也搁停伫路边的车。另外，也搁2粒飞弹是伫20秒钟内落伫咧离后面代表处只敢若50公尺的所在。英国文化协会办公室也受到破坏，欧盟甲英国拢吊见罗西亚外交官表达严正的抗议。 I'm outraged by the attack on Kyiv, also hitting our EU offices. This was the deadliest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 on the capital since July. 冯德莱恩批评罗西亚唔但是杀害平民，也甲欧盟列做攻击的目标。欧盟所落来会对罗西亚提出更加强、更有力的制裁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伫 X 平台讲，所有最后的期限拢已经被打破，几多边的外交机会也拢被摧毁。罗西亚继续攻击。 表示伊的选择是弹道飞弹，唔是弹半岛。Because I talked to him about this, he was not happy about this news, but he was also not surprised. 美国嘅乌克兰特使凯洛格讲，罗西亚攻击主题区正超过。一般认为，这边攻击是罗西亚总统普京对美国总统川普所推出的核弹，一个正明确佮直接的回应。9月，乌克兰开始进入冬天，乌克兰官员担心罗西亚对基础设施也个另外设施的攻击力量，恐惊会愈来愈大。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。